随着东南角的蜡烛熄灭，胡八一也意识到危险的存在，立刻阻止明叔的贪婪行为。可一切都已为时已晚，尸体被抬起的同时，大量蓝色火焰喷出。韩舒娜下意识地推开明叔，独自承受火焰灼烧的痛苦。本以为烧成黑炭的韩舒娜是必死无疑，哪曾想当天晚上，胡八一不由自主地掀开韩舒娜身上的毯子，发现韩舒娜早已不见，下方还出现了不明的黑点。是娜姐。大家仔细观察，发现韩舒娜犹如狗头附体一般，不仅没有死，还正以极其诡异的姿态在黑洞里爬行，吓得众人都惊慌失措，一脸茫然。于是胡八一和雪梨杨准备下去一探究竟，可当两人下来以后，却没有看到刚才的怪物。脾气急躁的王胖子大喊询问下面的情况，结果声音引起两侧的冰面迅速开裂。胡八一马上通过手电的暗影阻止王胖子的行为。也就在这时，变成怪物的韩舒娜突然出现，并向雪梨杨发起攻击。胡八一纵身一跃，飞身一脚踹飞了怪物，确定韩舒娜变成了怪物。大家奋力要将胡八一和雪梨杨拉回来，可怪物却再次出现，向胡八一扑来。幸亏胡八一扔出手边的武器，暂时牵制住怪物向前的脚步。上面的人也趁这个时间差，将两人成功拉了上来。在两人上来的同时，雪面再次陷入崩塌，彻底挡住怪物的逃出。为了尽快找到9层妖楼，胡八一带大家连夜赶路。经过一夜的寻找，终于在天亮时，大家赶到了4座雪峰的中心龙顶。于是雪梨杨在指定地点喷上大量的姜汁，在姜汁的辅助下，很快大家就打开9层妖楼的石板。想要进入主殿，就还要继续向下挖8层，可能对普通人来说是个难题，但在他们面前就是分分钟的事。当看到魔国鬼母宛如冰魄的遗体，明叔再次露出贪婪的目光，也表明了自己的来意。其实明叔就是为遗体换钱而来。就在这时，鬼母的尸体里突然飞出不明物体，看外形倒是跟火瓢虫相似，可在他接触到人的那一刻，大家都震惊了。